你曾否驚嘆，每一片從天而降嘅雪花，無論形狀幾獨特，都係完美對稱嘅六角形？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大自然背後隱藏住一個深奧嘅物理學秘密。今日，我哋就嚟揭開雪花嘅神奇面紗，探究佢哋完美形態嘅真正原因。答案其實藏喺水分子嘅微觀世界。當高空水蒸氣遇冷凝結成冰晶時， H2O 分子會因輕健特性，自然地以最穩定嘅六邊形結構排列。呢個化學鍵嘅基本法則，決定咗雪花必定以六角形生長。呢個就係佢哋對稱嘅科學根據。雖然所有雪花都係六角形，但冇兩片係完全一樣。喺佢哋降落地球嘅旅程中，會經歷唔同嘅溫度、濕度同氣流變化。呢啲環境因素微細差異，就塑造咗每片雪花獨一無二嘅內部紋理同複雜圖案。所以，下次欣賞雪花，記得佢哋係大自然嘅獨有藝術品。